Hello， 各位樂迷，歡迎嚟到我嘅音樂解碼日誌。今日同大家傾一首表面上甜到漏，實際上痛到入骨嘅廣東歌神作，由薛凱琪 Fiona 演唱，黃偉文 Wyman 作詞嘅《男孩像你》。2005年嘅香港主流樂壇對同志題材仲有好多隱形限制。Wyman 高明在於佢冇寫一首聲淚俱下嘅平權抗爭歌，反而用咗一個極其細膩嘅直女視角。如果你初聽，可能會被徐偉賢嗰種好似旋轉木馬咁輕快夢幻嘅旋律呃到，以為呢首就係普通嘅少女懷春暗戀 K 歌。但作為專業樂評人，我同你講，呢首係廣東歌史上最精緻嘅糖衣毒藥。Wyman 用咗極度溫柔嘅筆觸，寫出咗一場注定冇結果嘅靈魂畸戀。今日我就同大家由2005年嘅創作背景出發，一層層剝開呢粒糖，就會發現Wyman 點樣用最日常嘅生活細節，一層層將靈魂最夾、性別不合嘅絕望感推向極致。創作背景2005年嘅糖衣密碼，2000年代中嘅香港流行樂壇情歌依然係絕對主流。Wyman 為咗幫當時行美少女偶像路線嘅薛凱琪 Fiona 量身打造歌曲，同時又想將自己對同志群體嘅觀察塞入主流視野，於是揀咗女主角愛上 gay bestie 呢個極具戲劇張力嘅切入點。佢利用徐偉賢非常童話式輕快嘅旋律，加埋 Billy Chan 夢幻嘅編曲，成功將一個愛上一個永遠唔會愛自己嘅男人嘅悲劇包裝成一粒流行曲糖果。當聽眾以為食緊糖嘅時候，其實一早被歌詞入面嘅玻璃碎割傷。溫柔的極致，即是殘酷的開始。普通男仔追女仔送花係敷衍嘅公式，但呢個男仔會親手種花，代表佢嘅靈魂異常纖細、溫柔、懂浪漫，完全具備咗完美情人嘅特質。但緊接住一句不要我下嫁，同只愛同類嗎，直接將女主角打落深淵。你咁好咁溫柔，但我偏偏唔係你嘅同類。呢種天生嘅性向界線係任何努力、任何容貌、任何感動都跨越唔到嘅銅牆鐵壁。你會說是命運，你與我其實熟得很，但他總比較親，好知己好姊妹，哪裏會談情感不牽手不親嘴，但是亦能陪我下半生。呢段寫出咗超越普通單戀嘅悲哀。普通單戀，你仲可以幻想有一日表白成功，但喺呢度，男仔將女主角定位為好知己、好姊妹，兩個人熟到可以講心事，甚至陪我下半生，但代價係不牽手、不親嘴。女主角被逼要閹割自己作為女性嘅情慾，用一個無性別嘅姊妹身份留喺佢身邊。這種陪伴本質上係一場溫柔嘅無期徒刑。全歌最頂級的畫面感，寒流中的快鏡。呢三句絕對係成首歌嘅靈魂。Wyman寫畫面嘅功力喺呢度發揮到極致。天寒地凍，男仔本能嘅第一反應係第一時間衝過去緊緊先擁抱佢嘅男朋友。抱完甜蜜完之後，佢擰個頭，先至順便幫身邊嘅女主角遮擋一下雪花。是從甜蜜裏分我甜蜜嗎？呢句自欺欺人嘅問句，將女主角嘅卑微刻畫得入木三分。我連你專屬嘅溫暖都分唔到，我得到嘅只係你抱完愛人之後隨手施捨剩下嘅一點點餘溫。
素，亦係 Live 版好大感嘅地方，點出咗愛情最諷刺嘅真相。男仔同男朋友相處可能會鬧交，會疲累，會互相消磨，所以佢最鍾意搵最懂自己、最冇壓力嘅女主角飲茶傾偈。但那又如何？呢個會同佢鬧交、消磨佢嘅男人，依然穩坐愛情嘅寶座，而最夾、最襯、最放鬆嘅女主角，永遠只能做個長伴身邊嘅旁觀者。男孩長你之所以越聽越有味道，就係因為佢寫出咗一種靈魂上天生一對，肉體上互為排斥嘅宿命悲劇。Fiona 當年用一種近乎唔知痛嘅少女唱腔去唱呢啲字字見血嘅歌詞，反而產生咗一種強烈嘅反差感 （contrasting effect）。佢表面笑得越甜，聽眾就覺得段關係越慘。對比起後來 Y 文寫給何韻詩直接描寫同性愛戀嘅經典《勞斯唐萊斯》，你覺得呢首從局外人美好姊妹視角出發嘅《男孩像你》喺情感嘅撞擊力上，會唔會反而比直接寫同志戀愛會唔會更加令人心酸呢？